这个中部各县市的跨年晚会嘛一一来喊停。彰化县政府讲，因19号所举办的祈福的演唱会，就敢若是跨年晚会，已经提前来举办，算是超前部署。若南投县政府前一暝佫讲会来照办，也毋过隔工马上来改喙，讲换做线顶直播。另外，这个台中市政府的跨年晚会有2场，一场伫水南的中央公园，这场改做线顶直播。若代理仁化公园这场直接来停办。另外，内埔鹿园的跨年活动照常来举办，不过这嘛来形成着这个县市有3种无同的标准。南中央公园我们不见不散。原本的约定爱改变啊，台中市政府2场跨年晚会因为因故变种病毒入来台湾，所以讲水南中央公园改线上直播，代理仁化公园直接停办。大理场的跨年晚会呢，因为现场难以管控，那恐怕还是会造成民众的聚集，所以我们决定取消。中央公园跨年场虽然讲改线上直播，不过依然有歌迷想要来这看明星。就来看我们喜欢的女团啊，我们昨天就到了啊，到了之后才知道说没有要举办。台中市还有内埔鹿园会举办跨年演唱会，园方强调讲入场人数会控制伫4万人以内，即嘛变成一个县市有3个无同款的跨年标准。目前并没有禁止这个民间或者是商家举行活动，那不过呢，他们必须举行活动，必须遵照防疫 CDC 的防疫原则。一起来参加跨年晚会。南投县会跨年晚会，今年1天讲要照办，过2天就讲改线上的直播。防疫措施要升级。彰化县政府讲，19号举办的祈福演唱会，当时的任贤齐伫唱歌，还有真水烟火表演，迄就算是跨年晚会提早举办是超前部署。6月初的时候，因为秋冬的疫情很多专家学者还有整个指挥中心都觉得说，未来在进入冬天的时候，疫情会更加严峻，所以我们认为说，如果在跨年或是元旦升级这种群聚的时候，可能在办大型活动，我们会有疑虑。云林县政府无办跨年活动，不过剑湖山龙园有，县政府强调讲会尊重园方决定，不过未派人参加晚会。